靚妹，命不能驚奇，左腳實而有力，果然是踢波嘅好材料。14歲仲係發夢嘅年紀，點解要嚟到異地撐起這片土地？首戰無勝，我戰輸足3-0，冷嘲熱熱，逢日都透唔到氣。紅牌起，剩低10個硬着頭皮，邊個話女子注定要認輸放棄？教練直冇嘆氣，力橋長冇退避，看台上個個沒一把冷汗絕地。近台外邊一個夠膽講放棄，左腳出鞘閃出最強嘅傳奇，千粒子彈貫穿沙地嘅荒地，9-0揾出奇蹟嘅傳奇。唔係機械，係咪有嘢嘅運氣？係千百次苦練換嚟呢一記。論呢個命記住呢個年紀，最瘋嘅少女殺入4強陣地。呢個話你仲劇本，只會出現喺電影。周星馳導演看了，都要甘拜下風咧。少林女足冇得比，呢度有真人版。黃金左腳唔使靠特技同特效做後期，一樣係一境之中爆發出鬥志，一樣係18般武藝殺出跳血路之姿。跟直橋段，現實裏上演一次，14歲嘅腳踭踢破世俗嘅心智。禁區外邊一個夠膽講放棄，左腳出鞘閃出最強嘅傳奇，7粒子彈貫穿沙地嘅荒地，9-0揾出奇蹟嘅傳奇。唔係機械，唔係有型嘅運氣，係千百次苦練換嚟呢一期。諗呢個命記住呢個年紀，最瘋嘅少女殺入4強陣地。下一場拎鼻靈再從頭開始，唔使做救世主，唔使理風雨陣事，只要記住這份熱血對綠茵草地過分痴。靚妹，命不能驚奇，左腳實而有力，果然是踢波嘅好材料。記住好好咁利用佢，保護佢。假以時日，天下第一女足唔會冇理由。Why your butt？你講